新竹县竹北市这几年厝价直直起，不过离高铁站只有2公里远的东海三街附近的居民一直无水道水通好用，这厝内面的水拢是靠抽地下水，或者是去外口买水。就算有装过滤机，免一个月就要换新的滤芯，为啊真寒。帮你们弄的啦，要不然那个水会更黑了。水道头全开，流出来的地下水落落可可，还有装无一个月过滤器。 内底已经乌蛇蛇，民众讲明明家己就住在闹热的竹北市，过去40-50年来，却拢无自来水通用。黑黑的，整个都那像污泥这样包着。三四天前吧，你看水就是这样了。所以你们平常都大概多久要换一次这个？这个哦，有大概半个月。这么核心的一个地段，可是却缺乏自来水，民众要长期忍受地下水跟井水的这样一个污染，没有生活品质，难道他们是次等公民吗？自来水公司表示，只要里长收集当地民众的名簿，送地方政府审查资料，若是准备好势，就会提送水利署。 争取自来水供线经费。等经济部水利署核定我们经费之后，我们会马上尽快来执行。那执行期程大概是经费核定下来的话，说1年内就可以把工程完成。其实过去在2019年，台北发生过火灾，当时就发现无水通用，增加拍火难度，上尾阁失去2条人命。民众希望赶紧有清气的自来水通用。 来当提升救灾安全。记者刘君和新竹报道。